各位大家好，20個關於婚姻嘅課題，每一個都分別由何志迪牧師同埋羅乃萱師母親自嘅執筆分享，涵蓋嘅範圍由贈送小禮物去到婚前輔導嘅重要性，由認識夫妻兩人嘅差異去到自我了解，由講說話嘅技巧去到肯定同埋欣賞自己嘅另一半。每一篇分享嘅內容都唔算好長，但係卻係字字珠璣，讓讀者可以回味無窮。喺我收到呢一本小書嘅時候，其實已經俾文字嘅魅力所吸引，本來好想盡快好短時間就讀完佢，可惜好事多磨，經過咗忙碌嘅聖誕節同埋新年，又因着工作嘅關係，經歷咗2次短途嘅旅程，需要離開香港。結果嚟到農曆新年嘅期間，先至斷斷續續將呢176頁嘅內容完成。不過就係因為喺唔同嘅時間去閱讀呢啲有豐富婚姻經驗嘅分享，其實反而能夠幫助我將讀到嘅相關內容應用喺我牧養之上。特別係當有年輕嘅夫婦需要揾我傾談嘅時候，何牧師同埋師母佢哋嘅智慧之談，都成為咗我好寶貴嘅參考嘅素材。呢幾年有機會親身認識到師母，知道佢係一位超級嘅大忙人，難得從佢嘅字裏行間，仍然感受得到佢樂意付出時間、精神同埋心血，去營造佢同何牧師之間嘅夫妻關係。而何牧師雖然已經從同福堂主任牧師嘅崗位退咗休好幾年，但係知道佢退休之後，比起退休之前，其實更加忙碌。特別係有好多主日講道嘅邀請。不過無論佢幾忙，何牧師都願意花心思為師母去製造驚喜。我相信正正就係呢一份願意為對方付出嘅心意，令何牧師同埋師母能夠好好守護婚姻呢一座嘅城堡，亦能夠令到呢一座婚姻城堡因着愛嘅緣故而屹立不倒。誠意推介呢一本《婚姻是暖心的城堡》俾各位弟兄姊妹。多謝大家。